带着罕见疾病，对病友甲家属来讲，是一条未知而且遥远的坎坷的路。这一路上，患者唔但爱承受着身体病痛，心灵嘛深受折磨。身边的至亲嘛因为照顾压力伤大，影响心情，需要有心理师的辅导，帮因来找到情绪的出口。另外，这个病友的团体嘛是另外一种支持的力量。透过无定期的聚会，分享着互相的经验、心情甲梦想。罕病家庭安怎牵手，互相来扶持成长？咱做伙来关心因的生命故事。如果老了的话，我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找谁去照顾他。吃饭、喝水都是要由我们处理，24小时都没有办法离开。希望他将来能成为罕病儿童的快乐天堂。将这个芦荟，然后再把它放到微波炉。留一个妹妹头海干啦，对人拢笑眯眯，轻声细细指导大家。伊是58岁手工做老师颜丽卿，不过而家大家拢叫伊家珍妈妈。植物有做的，那因为我们是，好，等一下哈，然后看一下是不是歌。才讲到一半，就去后边画虾打断，坐过身安搭轮椅顶悬的查某囡仔。原来颜丽卿的另外一个身份，就是一位雷特氏症囡仔妈妈。2岁的时候开始判断他就是要领手册了，觉得说他是在判我死刑啊。那个时候我要跟他搏一下，说我没有继续带他做复健的话，也许他一辈子就没有办法好起来。颜丽卿甲原本回家工作辞掉，专心照顾三囝。今年25岁家珍打出世的时阵，和一般的囡仔同款，无想到1岁半的时阵开始出现快欲慢顿的情形，最后确诊是雷特氏症。这种罕见的病症，不是遗传的。一万5000名新生儿当中，敢若有1位是雷特氏症患者，尤其是查某囡仔较侪。一定跌手也是扫手，这是上明显的镜头。雷特氏症目前无药会当医，患者发病了后，身体和心理功能会慢慢退化，丧失语言表达和自主运动能力，变成永远都是囡仔。这样的一个孩子，真的要全身全职在上面投入，你要24小时都没有办法离开啊。有一天我们走了啊，那这个孩子。我们该何去何从？其实也有很多人问我们你为什么不给他放到机构？然后想说，我不忍心，我只要有能力照顾他的一天，我会背着他走。一世人无到家己生活，照顾的人嘛爱对调调。大部分的雷特氏患者，还会量骨变形，引起其他的病症，身体无爽快，佮讲袂出来。患者常常敢若会当咿咿啊啊叫。开冷气啦！哎呦！我们休息，我们休息。好了，哎呦，妈妈看呢。乖乖呢。谢谢你。掉一个了。你看那，是你那最后一根花，一起散步到沙滩。太阳好大，赶快撑起伞，带去兜里晒鱼干。家珍妈妈一直拢做有耐心的，轻声讲话、唱歌。虽然讲病情艰苦，但是这阵袂晓讲话天才，活伫家己的世界当中，时常安尼笑咧，嘛鼓励着照顾因的蕾蕾妈妈。我这个是自然呈现的状态。结果家己笑到目屎流。这是伫高雄的雷特氏症协会，蕾蕾妈妈无定期拢约伫遮，
有当时做伙上治疗课，有当时做手工作，分享心情和欢乐，互相扶持度过难关。大家把自己的一些什么聊出来也比较好，大家会去彼此分享，心境上也会比较不一样啊。对对，心情也会比较开朗一些。可是其实我们看不出来，对啊，年纪已经这么大了。17岁的文心是较轻症的雷特氏症患者，和其他的朋友无共款，伊也可以当自主行动，只是讲情绪一来，也是无法度正常的表达。妈妈林彩卿的面顶管都有去伊照到的伤痕。知道他不是故意，可是也是生气。可是生气之后，有时候会打他的手机，打一打，有时候又会心疼啊，对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就是这样那么复杂。搞炸，搞炸。林彩卿伫协会做行政助理，毋但是加一份收入，还可以当甲文心带伫身边照顾。亲像雷特氏症协会这款的朋友团体，是足侪罕见病症家庭的避风港。不管是孩子也好，家长的心灵也好，其实都有得到很大的一个回馈跟笑容。现在是走共好，可能共老。我们希望以后能够走到长期照顾，不是短期的。真正高兴的见到了你，满心欢喜地欢迎你。罕见病症基金会成立21年，照顾的病症超过200多种。为了增加深化服务，基金会帮助将近50个朋友团体协助发展特色，守护着罕见病症家庭。他们成立一个正式的团体，他们也有独立的运作。同样的病类，他们可能有共同的目标，所以不同的团体他们有不同的需求。那罕病基金会就是协助他们，因为鼓励他们发展他们各自的一个方向，然后我们在背后支持他们。妈妈。定期拜访罕病个案家庭，是教处社工师为草丁逐工的工课。这工伊要心理咨商的人是25岁黄尚温。以前在学校的时候，我还可以练习看别人的嘴唇。是啊。但是现在你的嘴唇我完全看不懂一样。今天看不懂。老实说，我心里会觉得更闷，更不准了。对呀。敢若会当用写的来提出问题。上阮钓到的是神经纤维瘤症候群第2型，若是行动受限，肿瘤压迫神经，即摆已经完全听无。鼻足的视力是上阮和外界沟通的小小窗口。已经给我一个痛的感觉了，心痛的感觉了。就算会痛，我还是会期待，这样还是会去接触那些还没接触过的人。是啊。在我身边的话。是啊。所以你总是比我想的还要勇敢。透过一问一答，尚温慢慢甲心泡开，讲出家己的心事。罕病毋但是身体问题，心理情绪嘛需要透开。但是有的患者行动无方便，无法度出门咨商，好佳在有心理师会当到处服务。那我就把我自己割了。魏老师，他曾经在感情上面呢，有给我一些意见。要让我能够顺着心里真正的感觉来做。我告白了，但当然就被拒绝了，被拒绝啊，会不会失望？当然会。但是说出来以后，我发觉迟早不会那么懊恼了。像以前他就比较会觉得心里面的事情都压在心里面。老师还未甲上课之前吼，伊的迄个讲话语气吼比较悲观。啊，自从老师甲上课了后吼，伊咧讲话吼有比较乐观之处啊。尚温细汉的时阵，白泡泡又咪咪可爱活泼，青少年时期外形臃肿，但是高二迄年确诊着神经纤维瘤，病情逐渐就恶化，精彩人生就安尼就变掉啊！我舍不得，毕竟在17岁以前，我还能跑能跳，
我知道世界有多么的精彩。我会觉得，也许在生病这件事上面，我是比较有经验，但是我一样怕痛啊，痛要怎么习惯呢？这就是人生吧。就是我们约聘的这些諮商心理师或者是社工师，他们都经过专业的训练。那他们事前都是有了解罕病的家庭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。那当他们去服务的时候，就可以直接切入他们，然后了解他们内心的需要，那减少这个中间磨合的时间。每一个罕病家庭背后，拢有无人知的辛酸故事。这段艰苦的人生路途，因爱忍受的，唔那是身体顶悬的折磨，还佫有足大的心理上的压力。但是只要有互相理解，做伙夫妻的伴，因就袂孤单。亲戚朋友的支持和社会资源，拢是罕病患者和家属勇敢迎接挑战的力量。